請揭開經本，科注卷中第39面，睇經文。復次普講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能對菩薩像前作諸伎樂及歌詠讚歎，香花供養，乃至勸於一人多人，如是等輩，現在世中及未來世，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維護，不令惡事接聞其耳，何況親受諸橫。喺地藏經上，我哋睇到供佛嘅方式有好多種。呢個地方係以伎樂，伎就係我哋而家所講嘅歌舞音樂。喺大乘佛法裏面，喺古代我哋所睇到嘅世尊弘法法變相圖裏面，佢好多好多世尊喺講經說法，諸天載歌載舞嚟供養。呢啲事情，小乘佛法裏頭決定係冇嘅，好似八關齋戒、沙彌戒、比丘戒，決定係禁止歌舞嘅場所嘅。好似大乘菩薩就唔係一樣啦，非常明顯嘅，能夠睇到小乘係對保守嘅社會，對保守人佛所設施嘅善巧方便；大乘佛法係對開放社會嘅，係對一啲開放嘅一類嘅眾生嘅。呢個就說明法確實冇定法，冇一定嘅法。佛教化眾生都係恒順眾生，隨喜功德嘅。我哋喺華嚴裏面特別談清楚呢啲地方，佢的確係應機嘅。當然佛有智慧有德能，睇一個眾生能夠睇無量劫前嘅因緣，我哋冇呢個能力，所以佛攝受眾生係圓滿嘅四攝法。四攝法尾後利行同事啊，同事咁就開放啦。如果唔開放話，點能同眾生同事呢？呢個係高度嘅智慧啊，深深嘅禪定，佢能夠信眾生，能夠喺其中誘導眾生，俾眾生覺悟，俾眾生回頭改邪歸正，斷惡修善。法有呢個能力。如果自己冇智慧冇定功，亦要學佢咁樣呢，好難嚟抗拒外界嘅誘惑嘅。好多定位不足，被外境境界誘惑而退轉嘅，而喪失道心嘅，比比皆是啊！從釋迦牟尼佛嗰個時代，每一個時代都有嘅。出家人墮落，出家人還俗，
其實還俗比墮落仲係好啊！佢寫出家人嘅形象，佢還俗做個在家修行人亦唔錯啊，亦能成就㗎。所以喺佛門裏面出家還俗係一個好正常嘅現象，亦係一個好現象。我哋唔能拎另外嘅眼光去睇，我哋自己就有罪啦。好似而家小乘國家，佢哋有短期嘅出家，喺泰國連國王都要出家3個月，3個月之後再還俗。呢個係接受佛教教育，過佛教嘅生活，對社會決定有好處、有幫助嘅。呢一段係說明以歌舞音樂供養菩薩所得嘅福報。前面一段係講供養，後面一段係講佢得福。從呢段經文，我哋亦能夠體會得到，引申到以藝術嘅方式嚟弘法利生。喺大藏經裏面，我係喺嘉慶藏裏面睇到嘅。嘉慶藏係明朝嘅時候編輯嘅，藏經裏面有厚厚嘅，而家係用精裝本，大概有咁厚嘅2冊，內容係乜嘢呢？全係歌詞啊！譜上曲，歌詞譜上曲都可以演唱啊！由此可知，古時候用呢種方式嚟勸化眾生，好常見嘅。因為眾生喜歡接受呢種方式，編成劇本嚟表演就比較少。為乜嘢呢？因為條件要多，唔係1個人2個人可以能夠做得到㗎。1、2個人用歌唱，2個人呢種表演民間嘅藝術，喺古時候係好常見嘅。特別係喺法會當中嚟表演，因為法會嘅時候人多，以呢種方式嚟宣揚佛法，以呢種方式嚟勸化眾生，係一個非常好嘅說法。地藏經，如果我哋將前面光目女、婆羅門女呢啲故事以歌舞戲劇呢種方式表演出嚟，呢個效果啊，比我哋喺講台上講經嘅效果大好多嘅。呢個理念，希望同修們要記住啊！我哋今日係心有餘而力不足啊！如果條件具足，大乘佛法要搬上舞台啊！如果能夠編成電視連續劇，喺電視台廣播，你想想睇教化幾多眾生？會普遍受到大眾嘅歡迎嘅。
呢個係我哋應當要想到嘅。喺古時候劇本裏面，古德亦有編輯嘅。我睇到嘅係評劇嘅劇本《歸元鏡》，呢個裏面係3個故事，都係我哋淨土宗嘅。第一段係慧遠大師嘅故事，第二段呢係永明延壽大師嘅故事，第三段呢係蓮池大師嘅故事，都編得好。佢係以評劇嘅方式喺舞台上表演嘅，嗰啲演員就係菩薩啦，就係喺度講經說法啦。上一次由本昌居士到新加坡嚟訪問嚟睇我，特別提到佢願意用藝術嘅方法嚟幫助佛教。我話錯啦，唔係幫助佛教啊！你唔係幫助法師，你就係大法師啊！你就用呢個方式弘法利生啊！咁先至係正確嘅。所以佢計劃一次佢嘅大2集推出嚟之後，第3集佢要演濟公說法，正式當大法師啦。我哋非常期望佢嘅願望能夠實現，亦歡迎佢嚟演地藏菩薩啊！過去我聽講電影裏頭有拍觀音菩薩、地藏菩薩，但係冇按照經文經義嚟表演嘅。按照經義嚟表演，先至係真正係利益一切大眾。呢段經文裏面關鍵嘅字眼呢，仲係善呢個字，善男子善女人，仲係喺善呢個字，可見得佢嘅歌舞表演嘅目的係勸化眾生，而唔係盈利啊！而家世間種種娛樂嘅目的都係喺盈利。如果利潤欠佳呢，佢就唔肯做㗎喇。表演一定要賣座。善男子善女人，佢嘅用心就唔係一樣啊！佢嘅目的係教化社會啊，目的係宣揚佛法，利益眾生。關鍵嘅字眼就喺呢度啦。能對菩薩像前作諸記錄及歌詠讚歎，香花供養。下面呢，乃至勸於一人多人。最好呢係利用法會嘅場合，古時候係常有嘅，佛菩薩節日都演戲嘅。演戲呢係有根據噶，呢個經文上就有啦。但係睇你係演乜嘢戲，演戲嘅內容，演戲目的之所在。如果演戲目的係招攬信徒，咁就錯啦。目的一定係用呢種手段嚟講經說法，普度眾生，呢個就善啦。關鍵就喺一點，我哋要談一談
佢究竟得到一啲乜嘢嘅功德？佢嘅好處喺邊度嚟？而家世間一般人把佛法呢啲作為都睇做係迷信，於是佢哋觀念當中修福應該喺邊度修呢？應該多做慈善事業，多幫助社會貧苦嘅大眾生、年老嘅眾生、殘障嘅眾生、多病嘅眾生，做呢啲慈善事業，你睇國家政府獎勵啦，社會大眾讚嘆啦。我哋佛教一個法會喺呢個裏面演一場戲，冇人重視啊！喺佢哋嘅眼光當中，點能同社會慈善家相比呢？我哋仍在迷信，我哋仍在斂財啊！俾社會大眾都係好唔好嘅印象。但呢啲事情我哋唔敢講冇，但係真正佛法一切嘅設施，佢都係教學嘅目標，將教學同藝術結合，成為藝術嘅教學。呢個係教學手段裏面最高明嘅，得到登峰造極啊！世尊時時刻刻在提倡，我哋喺一切經裏面，邊一部經都重複好多次。佛陀教我哋修持讀誦，為人演說啊！演就係表演啊嘛，我哋要了解世尊嘅意義啊！昨日我喺華嚴會上講到主藥神，順便談到修福，因為主藥神係為人治病嘅。世間有3種人唔生病噶，要知道最高明嘅大夫啊，係可以令人唔生病嘅，呢個大夫先至高啊！病咗同佢治病咧，唔算高啊，唔算高明。如何能叫一切眾生唔生病呢？佛係大醫王。佛有能力，呢3種人係第一種人係有福報嘅，所以你會修福啊！有福嘅人唔生病嘅。第二個係有定功嘅人唔生病，第3個係有智慧嘅人唔生病嘅。嗰個慧唔係我哋世間聰明智慧啊，佛家講嘅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啊。為乜嘢講呢3種人唔生病呢？呢3種人能夠把生病嘅因素把佢止住啊！有福報嘅人，生病嘅因素少，生病因素少；有禪定功夫嘅人，能夠把生病嘅因素
控制住，俾呢啲因素唔起作用，所以佢唔生病啦。開悟明心見性嘅人，咁就更唔得了啦，把所有疾病嘅因素好似而家嘅化學一樣，把佢化解啦，都變成智慧，都變成功德，所以佢哋唔生病啊！呢個道理，事實真相，唯有佛先至知道。佛教導我哋要相信，所以佛法係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嘅教育，理論圓滿，方法巧妙。佛經上講嘅善巧到咗極處，可惜我哋學佛嘅同修們愚昧無知，體會唔到佛嘅心意，唔了解佛教化眾生嘅方式。雖然係學佛啦，依舊得唔到佛法嘅利益。話得唔到佛法嘅利益係講而家，可是真實嘅利益、深遠嘅利益都得到嘅。呢個報咧唔喺一生，唔喺一世，因此世間人亦就唔能相信啦。對於供佛呢件事情，佢亦就睇輕啦，亦就疏忽啦。學佛嘅同修，我哋時時聽到古德常講嘅一力耳根永為道種啊！咁一力眼根亦永為道種啊！根係六根，六根係用眼根嚟做代表嘅。講眼根係六根都講到啦，要知道呢個意思。講一根你就執着喺一根，咁你就難教噶啦。世法教學仲講求舉一反三，問一知十啊！靈驗會上講六根，佛亦只講一個啫，講一個見性，十番顯現啊！你知道十番顯見，同樣嘅道理，又顯聞、顯覺、顯知，全都有啦。所以話一力耳根永為道種，我哋通通就明白晒，眼見亦係道種嚟嘅，身觸亦係道種，舌上亦係道種，鼻臭依舊係道種。咁樣你先至知道佛法裏面造像、造佛像嘅功德大啊！大藏經裏面有造像功德經，可怖不可思議啊！你要係問為乜嘢啊？塑造嘅像全知久遠，彩畫嘅像令人見到咗
種下成佛嘅種子。佢見到佛像、菩薩像，將佢阿賴耶裏面含藏十法界嘅種子、菩薩法界、佛法界嘅種子，佢就現一次行啦。世出世間一切功德福德，仲有邊一種能比呢個更大嘅呢？每一個眾生阿賴耶識裏面十法界嘅種子都充滿嘅。我哋喺十法界邊一個法界去受生，過邊一個法界嘅生活，咁就要睇你臨命終時最後嗰個念頭。呢個念頭係個乜嘢嘅念頭？如果臨終一念係念佛，佢就到佛法界；臨終一念係念菩薩，佢就到菩薩法界。明白呢個道理，先至知道佛門當中修福係不可思議嘅。造像嘅功德邊度係迷信呢？唔單止唔係迷信，真實智慧啊，無量嘅福報。而家尊像唔單止令自己得福，凡是有緣見到嘅人都引發佢八識田中佛菩薩嘅種子，見一次就好似閃電一樣放一次光啊！要知道放呢次光非常稀有難得嘅，因為佢要得唔到人身，唔遇到佛法，佢冇呢個緣，冇呢個機會。八識田中雖然有佛嘅種子，冇緣把佢引發出嚟。咁造福嘅人，前面講啦，塑造佛菩薩形象，彩畫佛菩薩形象，佢能夠引發好多好多眾生。阿賴耶識裏面最寶貴嘅光明，呢個光明要時常去引起佢修行正果嘅距離就縮短啦。佢要成佛成菩薩，諸位想一想，都幾多眾生啊！佢所度嘅眾生，我哋喺因地上俾佢修嘅一點福，我哋就沾佢嘅光啦，同佛菩薩有緣啦。何況係自己修行呢？自己喺佛菩薩形象面前恭敬作禮，香花供養，表演俾別人睇嘅，尤其係唔相信嘅人，去睇睇我哋呢啲人，我哋唔迷信啊，唔愚痴啊，亦唔傻噶，亦唔呆噶。見到佛菩薩形象，為乜嘢咁樣嘅敬禮啊？佢見到啦，有時候佢亦發問請教啊，你為乜嘢咁樣做法啊？呢個就機會教育啦。
你就可以同佢說明呢個功德利益。呢個係屬於機會教育啊！中國佛教寺院幾乎係每一個縣市乃至於鄉鎮道場林立，有歷史，有藝術價值。呢啲道場而家國家開放做觀光旅遊，你要知道呢個功德幾大啊！好多外國嘅觀光客一生當中從來冇接觸到佛法，冇見過佛菩薩嘅形象，去到呢個地方嚟觀光旅遊，見到咗啦，阿賴耶識佛菩薩嘅種子種落去啦，利益嘅殊勝我哋冇辦法說得盡嘅，可是世間人唔知道啊！呢個係講見像聞名。如果再有通達佛法嘅佛弟子，無論係在家出家，能藉住呢個機會，將佛菩薩形象表法嘅意趣詳細介紹，佢現前就得利益啦。佢呢個利益唔係來生啊，唔係後生嘅，佢現前就得利益啦。等於話佢到呢度嚟觀光旅遊，係到呢度嚟上課嘅，你同佢上咗一課啦。佢到呢度嚟觀光旅遊，送呢啲錢係嚟交學費啊，學費冇白交啊。我哋收嘅學費好少咋，佢得嘅利益好大啊。呢個係為乜嘢喺呢種場合當中，我哋要做得特別嘅如法？我哋係喺度演戲啊，表演俾嗰啲冇學佛嘅人去睇嘅，俾佢哋生恭敬心，俾佢哋生起疑問，咁我哋再為佢解答。我哋對一個人解答，觀光旅遊好多啊，一片都圍起嚟啊，大家都嚟聽嘅。呢種場合要知道表演，冇人嚟問，揾一個內行嘅人預先約好，我喺呢度表演，你嚟問，唱戲嘛，唱俾別人睇，俾別人聽嘅。呢種法文經常有噶，利樂有情問啊！佢哋唔明，佢哋能問，好啊！睇睇旁邊冇人問啦，冇人問，我哋自己嘅人嚟問啦。問咗叫佢得利益啊！所以中國呢啲寺院道場係教化全世界眾生嘅課堂啊，教室啊。呢個係大乘佛法到全世界人民嘅貢獻，我哋要知道呢個意思，然後你先至知道功德利益嘅殊勝。血唔係世間嗰啲慈善家能夠相比嘅，慈善家幫助人一世一生嘅，佛法幫助人生生世世。呢個利益點能夠相比呢？所以果報當然唔相同啦。
下面就係講佢嘅福報。如是等輩就係呢啲受福嘅人，現在世中及未來世。後面一句重要啊，佢唔係一世嘅，佢仲有來世嘅福報啊！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維護，護法神保佑你。佢為乜嘢保佑你？因為你弘法利生，因為你弘揚佛法啊！而啲護法神都係佛嘅弟子，乃至於呢啲鬼神裏面，確確實實有諸佛如來發生大事喺裏面示現嘅。鬼神忠言愚昧無知，佢哋喺嗰度教導啊，喺嗰度做示範啊。呢個係勸善嘅，做咁嘅一啲善事得咁大嘅利益，邊個唔願意去做善事呢？邊個唔願意去做好事呢？呢個係勸善嘅一種手段，不令惡事接聞其耳，何況親受諸橫啊！呢個就係我哋而家講嘅消災免難啊！所有一切災難，唔單止你自身遇唔到災難嘅音聲，你都聽唔到，訊息你都聽唔到，能得咁大嘅福報，我哋要肯定咁相信佛喺經上講嘅話，句句真實，冇一個字係妄語。如來確確實實係真語者，實語者，如語者，不妄語，不誑語，句句係誠實之言。注解裏面希望同修們細細去睇，青年法師呢一段注得非常之好，引用古時候嘅典籍嚟說明樂教、樂教、音樂教化嘅功能。我哋再睇下面呢一段經文：福賜普廣，未來世中若有惡人及惡神惡鬼，見有善男子善女人歸敬供養、瞻禮、讚歎瞻禮地藏菩薩形象，或妄生譏毀，謗無功德及利益事，亦就係講冇功德冇利益，講你係迷信，或露齒笑，或面背非，面係當面，背係背後，或勸人共非，或一人非，或多人非，乃至一念生譏毀者。呢個係講造業啦。而家
做呢種惡業嘅人確實係有嘅，我哋時常聽到，有時候亦見到。特別係喺我哋呢個時代，《楞嚴經》上所講嘅呢個時代，邪師說法如恒河沙。邪師係邊個啊？妖魔鬼怪啊！《楞嚴經》第4卷，佛同我哋講嘅4種清淨明悔啊，嗰一段經文非常重要，為我哋說明呢個世間邊一類係妖，邊一類係魔，邊一類係鬼，邊一類係怪。我哋睇到都係人啊，面貌是人，佢嘅心唔係人心，係妖魔鬼怪嘅心。所以佛喺滅法經裏頭預言，而家人講預言，佛法將來第一個消滅嘅係《楞嚴經》，最後消滅嘅係《無量壽經》。《楞嚴經》為乜嘢第一個消滅呢？我睇到嗰一篇經文，我就知道呢個經一定會先消滅。呢個經冇咗啦，妖魔鬼怪喺世間你就唔認識啦。你唔單止唔認識佢係妖魔鬼怪，你仲把佢當做佛菩薩睇待，佢裝得好似佛菩薩，佢唔係真嘅佛菩薩。所以清淨明悔嗰一章嘅經文，我過去講楞嚴，我話呢一段叫照妖鏡。妖魔鬼怪對呢個頭痛啊，總得想辦法把呢個經銷毀，唔俾你流通，咁佢好作怪啦。瑜伽左傳裏面有一句名言，教俾我哋嚟辨別乜嘢係妖。左丘明話：人氣上則妖興。呢句話俾我哋好大嘅啟示。上係乜嘢呢？儒家講嘅五常：仁義禮智信。人要係把呢樣嘢捨棄咗，唔要啦。換句話講，佢所做嘅不仁不義，不講禮，不講信用，呢個人就係妖啦。無論佢喺社會上地位幾高，佢有幾多財富，佢唔係人。儒家認定肯定人嘅標準，一定要講仁義禮智信，亦就係話做人5個基本條件。佛法裏面自古至今，呢啲祖師大德們就把五常陪喺5戒裏面。不殺生係仁，不偷盜係義，
不邪淫係禮，不妄語係信，不飲酒係智。由此可知，五戒具足，呢個係忍。五戒通通違犯嘅係妖魔，唔係人。而家雖然得嘅係人身，佢做嘅係妖魔鬼怪嘅業，將來必墮三途。呢個係一切大小乘經裏面都講得好詳細嘅。佛法係一切大眾公認嘅人天眼目啊，係光明嘅指引。別人修學讚歎，你要去障礙，你要去毀謗，咁呢個罪業就重啦。呢個地方所講嘅三類眾生，惡人多半係愚痴嘅人，愚痴先至容易被呢啲妖魔鬼怪利用，輕信佢哋嘅妄言，懷疑正法。妖魔鬼怪亦有辯才噶，亦有邪慧嘅。靈驗後面所講嘅50種陰魔，嗰個種係種類，將呢啲魔分做50類，每一類裏面，我哋喺經裏面所睇到嘅，如果唔係真正通大乘佛法嘅，確實都把佢睇作佛菩薩啊！佢哋喺呢個世間有福報，福報好大添，有徒眾好多，有勢力，佢亦有護法神。佢哋嘅身亦係金色光明嘅，凡夫邊度能比得過去啊？佛喺經上講俾我哋知，佛菩薩嘅光明柔和嘅，你接觸你感覺到好舒適嘅；魔嘅光明呢係威猛，你接觸感覺到恐懼嘅。佢嘅光係刺眼嘅，好似太陽光一樣嘅，我哋冇辦法睜開嘅眼睛睇得耐嘅，睇耐咗光裏頭有紫外線嘅，眼睛會盲嘅。所以太陽光決定唔能夠睇得耐噶，魔光就係一類嘢。而佛光係柔和啊，為乜嘢會有呢啲現象呢？佛光係從自性慈悲心裏頭流出嚟嘅，魔嘅光仲係從貪嗔癡裏面出嚟嘅。所以雖然光明好大，性質唔一樣嘅。呢個係我哋要知道嘅，魔利用人，有嘅時候人亦利用魔。人喜歡求名聞利養嘛，魔俾佢名聞利養，於是呢，魔道魔法出現喺呢個世間啊。
能令一切眾生迷惑顛倒啊！棄善向惡啊！呢個做惡業啊，唔肯修善，捨棄正法，我哋時時感觸到嘅。好多人信邪不信正，聽騙不聽勸，呢個真正係經典裏面所講嘅可憐憫者，真正可憐可憫啊！佢仲自以為聰明，自以為是啊！對於佢見到善男子善女人，皈依恭敬供養讚歎瞻禮地藏菩薩形象，呢個就係我哋一般所講嘅拜佛拜菩薩。睇到有人拜佛拜菩薩，諸位一定要知道，凡是係見到拜佛拜菩薩嘅，佢係正信又好，迷信又好，只要肯拜就好噶啦。正信嘅人而家就得利益，迷信嘅人來生得利益啊！冇話唔得利益噶。法華經上講嘅一稱南無佛，皆已成佛道啊！嗰個已成佛道唔係而家，也許喺無量劫之後，就係佢今日迷信啦，見到佛菩薩，佢恭敬供養禮拜，佢就收咁嘅一次福。無量劫後，如果要遇到有佛出世嘅時候，可能呢個因緣就能同佛出家修行正果去啦。呢個我哋喺經上睇到好多噶。佢並唔係好明白，亦並不是好懂得道理。急難當中，情急嘅時候，念一句觀音菩薩，念一句阿彌陀佛，功德都不可思議。何況我哋對呢啲道理深深咁了解，一聲佛號一聲心啊！恭敬作禮，讚歎供養，都係聖德嘅流露。明心見性，性喺邊度呢？性就喺呢度裏流露啦。對於修積真實功德嘅人，修積真正福德嘅人，佢妄生譏毀，佢係唔了解其中嘅道理，唔了解事實嘅真相，隨住自己嘅知見妄想，從佢嘅妄想生出嚟嘅譏諷毀謗，話呢啲係迷信。呢句話如果要深入去探討，意思好深嘅。佛教唔係迷信，所以迷信佛教嘅人
亦唔係迷信。你哋諗諗我個呢句話啱唔啱啊？佛教本身就唔係迷信啦，你迷信佢亦唔迷信。歐陽竟無講嘅，宗教係迷信，正知去相信，佢仲係迷信，佢本質係迷啊嘛。佛教本質係不迷，你要明白呢個道理。所以佛教你從迷進去，後來會開悟嘅。如果真正佢本質上係迷信，佢知進去亦俾佢迷咗啦。呢個道理好深嘅，好值得去玩味嘅。然後你先至能開導一切眾生。決定唔可以諷刺毀謗啊！咁做嘅業就重啦。你話佢冇功德，話佢冇利益，實際講佢嘅功德利益都係無邊嘅。你呢個怒恥笑，恥笑佢，面背非係批評佢，當面批評，背後又批評，或者你仲勸導一啲人共同嚟批評佢。末後總結呢，就係或一人非，或多人非。非分嘅批評，非理嘅批評嚟㗎，乃至一念生機毀者，依家係講最少噶啦，動咗呢個念頭。下面講佢嘅果報。如是之人，現唔劫千分滅道，機毀之報，尚在阿鼻地獄受極重罪。果報仲未完噶，手臂仲好長噶。呢啲人往往自以為聰明，佛門裏頭無論佢係自信係迷信，我哋見到都歡喜讚嘆。為乜嘢呢？本質係正確嘅。迷信嘅人亦得福啊，同經上講嘅冇兩樣嘅。功德利益真嘅係無量無邊嘅，無可窮盡嘅。毀謗批評嘅罪報亦係不可思議嘅，亦係無有窮盡嘅。今日時間到啦，我哋就講到呢度。